王大哥，小维，你这些日子白天在军营练兵，晚上还要巡夜，操心劳累。我给你炖了些鸡汤，补补身子。这么晚了还要辛苦你，快过来。小维，谢谢你啊，小维。只要王大哥能够照顾好自己，小维便放心了。先喝鸡汤吧，不然该凉了。爱一个人，便要时刻为他付出，为他着想。彩雀，你能做得到吗？小维，真好喝。小维，王大哥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来，坐下，跟我说说。其实也没什么事，可能这些日子有些累了吧。小维，最近军务繁忙，我又要去照顾静儿，无暇顾及你。这府中的大小事务，反要你来照顾，我心里实在是……其实小维也做不了什么，只要能陪伴在大哥左右，帮你做些琐事，小维便心满意足了。小维真的是温柔体贴啊，我老是觉得上天对我太好了。只要王大哥开心就好。三妹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还怎么开心得起来呀？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，可以帮我安慰三妹一下？容貌受损倒是其次，现在公主最担心的是脸上的妖咒。小维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劝说她，只是现在公主把自己一个人闷在别院当中，烦恼也好，痛苦也罢，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恐怕再这样下去，妖咒未除，人先闷出病来了。对呀，她现在整天都是一个人不说话，真让人担心呢。不过这件事情也急不得，我们只能慢慢劝公主，再想想解决的办法。对了，李将军跟我说，镇西风景宜人，游人又少，他让我带三妹去散散心，还特意给我放了一天假。我准备明天带三妹去走走。李将军还真是有心啊，可是公主在意脸上的妖咒，恐怕……也总不能一天到晚这样闷着，会闷出病来的。我会想办法劝劝她。要不这样，你也跟我们一起去，陪她聊聊天吧。不用了，公主难得出去走走，小薇还是不去了，免得公主不自在。好。好大胆啊！他是谁？哦，他是什么？你真是越来越不成器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管不了你了？不光跟那个彩雀瞎胡混，现在还敢三更半夜带个女人回来？不是师姐，你误会了。你听我误会解释什么了？你是不是以为师姐傻呀？我看你不在房间，就知道你出去鬼混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不是的，师姐，你听我说，你误会了。误会什么？姑娘，请你不要责怪这位大哥。我叫福渠，家住河边巷口。自幼父母双亡，我丈夫打骂我，想把我卖到妓院去。我走投无路，便投河自尽。若不是这位大哥相救的话，我早就已经死了。都是这位大哥可怜我，才把我带到这儿的。这位姑娘，要怪就怪我好了。行了行了，快起来吧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不埋怨他了。又不听我解释，还不是你没解释清楚。快去擦点药，要不伤就更重了。啊，师姐，你赶紧扶他进屋吧，我去跟王大哥说一声啊。哎，等等，怎么了？咱们住在李府，本来就是外人，而且王大哥交代过，不许带外人进来。
姑娘，你姑娘，师姐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还能袖手旁观啊？先找间房安置好了之后，再跟他们说吧。啊？哦，好，走走。刚上完药，这几天不要沾水。姑娘，你就安心的在这里休息吧，等伤养好了再说。两位救命之恩，芙蕖必当结草衔环报答，还不知恩人大名。啊，我叫阿莲，这是我师弟庞郎。你也是一个苦女子，就别想什么报答不报答了。这些日子在这儿好好休息，也别乱跑。吃的呀、药啊，我们都给你送过来。多谢阿莲姐姐。你好好休息，我们走吧。好。郑府哎，这么早起，给心上人买早点呀？你好歹也是万古族的二王子，这么屈尊降贵来讨好一个女子，你不觉得低微吗？你只不过是司徒的一条鹰犬，也敢来管我？小的哪敢管您呢？只不过旁观者清。好心的提醒，你想啊，他要是心里有你，你不用这么屈尊降贵，他也会对你好。他要是心里没你，就算你死在他面前，他也不会心动。他心里只有王校尉。我的事我自有分寸，无需你多言。你不在军营，来这里做什么？哼，正尉、校尉都不在，我这个当小兵的。偷会儿懒也无妨吧。万古王心丧，这个时候，二王子还有心情讨好一个女子？你说什么？当日大王身中数刀，被王后以昏君之罪诛杀。唉，真是没有想到，王后竟然丧心病狂。那日离开万古族，竟然和父王成了永别。虽然平日父王对我淡漠，但他毕竟是我的父亲，养育之恩还没报，竟和他天人永隔，我真是不孝。要是我在族里的话，说不定我还能保护父王。即便二王子当时再族重，也很难保全大王周全。二王子，现在大王过世，王后独揽大权，你娘就更危在旦夕了。你还是想办法怎么救你娘吧。以王后的脾气，杀了大王，下一个就该轮到你娘了。到时候你娘再有什么不测，二王子，你父母双亡，势必永远成为万古族的叛徒，遭人唾弃。那我先去救我娘出来。不可！二王子，你现在要去正中王后的下怀，不止救不出你娘，反倒是羊入虎口啊！不过你不用太担心，族中现在有司徒长老保护，夫人暂时没事。希望你尽快的帮司徒长老找到妖点，到时候夺权夺势。你是想救你娘，又或是想娶心上人，都不是问题。天下之大，我上哪儿去找什么妖点？二王子不是跟阿莲学了什么法术吗？这法术通妖仙两界，普通人根本难以驾驭。二王子这么快便能学会，若你不是妖，怎么可能呢？住口！我不是妖，我也不会相信我是妖。你只需要告诉我，上哪儿去帮他找到妖点。司徒长老已经打听到，这妖点100年之前曾出现在一个除妖师的手中，之后100年便不知下落。二王子，
你要有时间多向那2位除妖师打听打听，少做些献殷勤的无用之事。大哥，你说，天地广阔，险象环生，为什么鸟儿宁愿在风雨中冒险，却不愿意被困在笼中呢？因为他们更爱自由的空间。就算外面危险重重，他们还是有勇气去面对。大哥，你今天不在军营中训练新兵，怎么跑来陪我发呆了？不是白白浪费时光吗？大哥今天就陪着你。如果你想发呆，我就陪你发呆；如果你想聊天，我就陪你聊天。当然，如果你想出去走走的话，大哥也可以陪你出去逛逛。大哥，其实你不必如此。我是怕你在这个别院待太久了，会忘记曾经的自己是什么样子。记得又能怎么样呢？一切都变了。以前被困在宫中的时候，总是想着海阔天空，任凭鱼跃。没想到，好不容易逃出来了，却又……我以为只要逃出来，什么都能够做得好的，可结果却中了妖咒，什么都做不了，事事都需要大家照顾。我当初真的是太自信，太幼稚了。三妹，你是大哥见过最勇敢，也是最坚强的女子。就算离开了金丝笼，外面还是有很广阔的天空。只有经过风雨的洗礼，你才会变得更坚强。如果你不敢飞翔，还有大哥在旁边陪着你吗？来，大哥带你去看看更广阔的天空。怎么样？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我突然觉得，这就是我向往的江湖。天地如画，江山恢宏。对，大哥，我当初的决定是对的。来。不行，我怕我喝醉了。喝醉了我就背你回去，就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样。大哥，当时你知道我是公主的时候，有没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啊？哦，说起来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那好，今天静儿就自罚一口。好。大哥，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你。你说你游历江湖那么久，难道就没有遇上一个红颜知己吗？少年的时候，我爹娘教诲，王家子弟必谈情爱之事，谨记少沾惹女人，所以我出门在外便会对女子敬而远之。为什么呀？是觉得女子很可怕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因为我朝女子太过彪悍，你爹娘怕你受女子的气吧？不是，似乎是祖辈上有人深陷情爱纠葛，落得个半生不幸，所以才有此家训。那大哥，既然严遵家训，你们王家又是一脉单传，难道就不想成亲，传承子嗣吗？以前江湖漂泊，少年意气，不喜约束。等到了南疆，觉得镇守边关，马革裹尸，便是我的归宿了。从未有过成家之念。可你却遇到了小薇，情不自禁，深陷其中。小薇是个好姑娘，处处为别人着想。她是一个弱女子，身世可怜，身边连个能照顾她的人都没有。所以，我想尽一己之力，
保护她，照顾她，给她一方容身之所。大哥，我想听曲。大哥不通文墨，也不懂音律，更何况这荒郊野外没有乐器啊。我朝游侠弹剑长歌，大哥游历江湖那么久，应该也会吟几句吧？以前倒是听说过，只是……大哥，那大哥就献丑了。三妹，见笑了。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将进酒，杯莫停，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大哥，你有这般豪爽游侠的气度，为何却不解儿女之情呢？如果你像郑兄，不过郑兄的落花缤纷虽美，却不如你的一曲长歌荡气回肠，让静儿更加倾心。将进酒，杯莫停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